艺人 Selina 任嘉萱在2016年和前夫阿中离婚，至今已经单身2年多，也在新的一年宣告想再重新面对爱情。Selina 表示，不想再被过去束缚，想在爱情方面有体会。她也大方承认自己已经放各种线，要亲友把好对象介绍给她。Selina 接受《eToday》专访表示，2年前和阿中离婚，当时的她还勇敢地在脸书上分享自己从烧伤火吻到婚变一路走来的心境变化，但在去年人生又重新遇到转折点。他和 Ella Hebe 决定离开待了17年的公司华研，加上面临倒嗓，演艺事业一度受到影响，一连串的危机却让他决定正视自己内在的声音，包含曾经害怕的爱情。Selina 想要拾起流失过的幸福，却不想设定目标。她表示，因为怕会为了达标而忽略过程，希望自己能用心体会爱情。Selina 近期还参加大陆的恋爱实境秀，她透露，真实世界里真的没人追求，因此在节目里被追才会感到很开心。现实中的她虽然圈小，但也已经跟身旁的亲友放线，如果有好对象要尽快介绍给自己，但她笑称只是目前还没有收回的线。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竹